讲到台湾茶出名世界，但是即摆即个茶青竟然是无人要收。顺德有茶农来တင်情，讲因一家三代人种茶，是第一届拄到即种的状况。这茶拢要采收咯，但是无茶厂愿意来买茶青。农委会统计，去年台湾茶的总产量14000外吨，但是进口的就将近34000吨，这恐惊就是打击台湾茶主要原因。 家长不收啊，我们就老掉了。茶农辛苦种的茶，所爱目睭金金看因的老去，心内有够艰苦。足足3架茶园有有叶仔的，存无偌济。说你没有进口是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了。你进口少一点嘛，对不对？我们台湾是优先嘛，对不对？30-40年以上，就遇到这种啊，公众茶到现在都从来都不成。 今年70岁茶农家族3代种茶，毋捌拄过讲做茶厂无受茶青情形，只有家己愿拜托，希望讲会使找出解决的办法。顶多是价格不好，但是今年这几年是价格一直往上，然后最后咚上一下，说茶金他们卖不出去。协调加工的业者以及制茶工会这边能够启动加速来收购我们农民的茶青。农会统计数字显示，讲去年台湾的茶米总产量差不多是14000几吨，出口9500几吨。淹过越南、斯里兰卡、印尼进口34000几吨。茶农认为讲是进口茶影响到台湾茶，希望讲政府会使先顾台湾的茶农。